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琴。小邓老师，我们浩克之家电视学院节目不知不觉已经播出第30集了，哎，真的好快哦。係啊，真係非常感謝很多嘅觀眾朋友嘅支持啊，有大家嘅鼓勵和支持，就係我哋認真做節目嘅動力咯。回想去年年底有接到要主持客家節目，真的是讓我誠惶誠恐。我要和觀眾朋友分享的就是呢，小琴我不是客家人，但這些日子以來呢，和小鄧老師哦，一個星期直播以及浩克之家電視學院節目，真的讓我受用無窮。雖然我的客語還是講得哩哩啦啦的，小琴太客氣咧，天下無難事啊，只怕有心人。你也非常感謝台南市政府民措事務委員會幫我留小琴亮相嘅機會哦，在呢位來主持節目，客家文化傳承、語言文化係最重要嘅。你根本嘢出來介紹客家歷史賢文。歷史賢文，這是古代兒童啟蒙書目哦。錯，也係頭擺啊，古時代同蒙嘅讀本啊，也就係正講賢文，有很多歷史賢文。講拍來講就係指啊，頭擺嘅讀書年都係讀嘅書。真是難得啊！我們節目單元越來越有深度，雖然有些八股，卻也是人文素養的精髓。正講大部分嘅記憶都係來自於經史子集吧、詩詞曲賦、戲劇小說以及文言札記，佢嘅思想觀念啊都當出隻喎，無就係來自由師徒國家嘅經典。從廣義上來講，佢係藝術創作嘅建樹，透過讀歷史賢文，就得體會到經文嘅思想觀念。人生嘅智慧哦。小鄧老師，我們就開始吧。歷史賢文，飛泥頓頓，十韻正講，道見道聞。歷史賢文，飛泥頓頓，十韻正講，道見道聞。歷史賢文，飛泥頓頓，呀，佢嘅意思啊，就係前人留下來當多好經驗啊，心心念念愛來教訓後代子孫。十韻正講，道見道聞，老一篇做一本書讀起來，就得正講人哋嘅見聞，來過來念一擺哦。歷史賢文，飛泥頓頓，十韻正講，道見道聞。生下來就係乾儉而甘固，無故不成儉，知己知彼，將心比心。乾儉而甘固，無故不成儉，知己知彼，將心比心。乾儉而甘固，無故不成儉，意思就係講愛詳細觀察當今嘅人事物，愛曉得以古人來作為借鑒，知己知彼，將心比心，愛先了解自家，愛來用心了解別人，將心比心，係讓人老人長為交心。乾儉而甘固，無故不成儉，知己知彼，將心比心。實實過來講解一句哦。酒逢知己飲，詩香非人言。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見人。酒逢知己飲，詩香非人言。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見人。酒逢知己飲，詩香非人言。意思就係講食酒嘅時節啦，愛留自家嘅知己來飲，
將會爽快，老是斯文嘅人來吟詩，將會有趣味。酒要和了解自己的人去喝才痛快，是要向懂得的人去說才有意思。相聲滿天下，地心能見人。認識嘅人千多，唔過真正知己嘅人又有幾多少？認識的人很多，可彼此知心的沒有幾個。係呀，講定啊，你好下自家天時好緣，今本日就講到呢咯。以下我來你觀眾朋友講，張來了哦。張來了。張來了。